สบายดี大家好，我叫明美，我是180汉教一班的老挝留学生。今天我要来讲老挝的特色菜，就是杂晒汤。老挝的杂晒汤怎么做？我们一起来看吧。我们来看杂晒汤的材料有哪些啊？这是老挝的圆茄子。这是小苦子，这是臭鱼酱，这是味精、盐、辣椒和香茅、猪肉干、紫苏、糯米粉，和萝卜、瓜子、白水，然后打开煤气炉，打开好了，那我们就拿来锅子，放一碗白水，放一点盐和香茅，然后等水热5分钟，好了就把猪肉干、辣椒、圆茄子、和小苦子放进去，然后煮10分钟。熟了以后，就打开看看，我们就把圆茄子、小苦子、辣椒和猪肉干盐一点，腌好了就把瘦鱼酱、刚才腌的菜和糯米饭放进去，然后煮5分钟。来，我们来看熟了没？如果熟了，
我们就赏一赏，然后放点味精和紫苏，等1分钟。熟了就可以和糯米饭吃了。如果大家有兴趣，就跟我的视频做一下。这道菜真的很好吃，跟糯米饭是更好吃的。到最后了，我的视频就结束了，谢谢大家的观看。